大家好，我係阿力。今集介紹一下深圳 C Joyous 信悅會。喺信悅會，你會感受到都市節奏同悠閒格調嘅平衡，明亮嘅建築設計，仲有開放式嘅社區氛圍。呢度要坐地鐵站1號線或者6號線，科學館站 C 出口。一出到地鐵站就直達商場。返嚟地面嗰層先啦，哇！一入到嚟真係好新淨，好新嘅商場。嚟到地面呢層又有個大舞台啊！哇！上面有個 LED 顯示橋啊，好新啊！呢個商場，呢間商場喺2024年年中開業嘅，都有唔少香港人嚟打卡。2026年馬年啊！左邊呢度有得彈鋼琴嘅喎，仲有個公仔隔離。門口出邊個招牌係咁嘅，影多次個舞台啊，幾靚。隔離呢邊有個兒童遊樂場玩啦，有波波池啊嗰啲。影多次上面好靚，依家上去睇下有咩先。上到嚟1樓睇下有啲咩鋪先。哇！見到一間夾娃娃嘅店啊，夾公仔啊，有琴行啦。轉過嚟呢邊個環境就係咁樣嘅。最有特色就係呢條橋啦，呢個 LED 顯示屏啊。左邊玻璃呢邊呢，裏邊應該係上辦公室嗰度嘅。一層睇下都有啲咩店鋪先啊！依間係粵點先，仲要係開放式廚房嚟嘅呢度。最後2間潮汕嘢啦，呢間都係。呢度環境明亮，又有設計感，走入去唔會覺得壓迫，非常舒服。上到4樓呢度有清輝小院啦，順德菜嚟嘅。呢邊就新潮線，呢邊有重慶火鍋。呢間細細地嘅商場都唔錯啊！深圳近呢幾年都有個特別之處啊，就係好多新嘅商場。深圳擁有最多同最大嘅商場嘅地方。呢層有間星聚會 KTV， 好大間，好靚啊！仲要係好高嘅橋，走入去。到嚟地面呢度呢，仲有啲市集啊！樂活南園2026年潮玩美食文化節，好多攤位啊，有好多唔同嘅嘢賣。哇！有棉花糖賣添。地面呢度都有 Starbucks、桂樹花園啊，奈雪的茶都有嘅。呢一層呢，仲有間沃爾瑪嘅，都幾大間。沃爾瑪係一家美國跨國連鎖零售企業，被公認為全球最大零售商之一。有三文魚刺身啊，
仲有燒肉賣喎呢度。呢邊凍櫃啊，冰糖葫蘆、鮮肉小籠包啊，豬肉包，同超級市場冇乜分別。飲品類啊，嚟到買支嘢飲先。自助收銀機，冇賬戶開始。請掃描商品條碼。裏邊啲嘢都好平。呢度都係中信大廈集團嘅旗下商場。今集影片嚟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